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过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过来看到这一字读做无仔的无，这个无就是地理头壳用来装塔或者是保护咱头壳的物件，像咱讲无仔，若是骑机车伫的无仔，咱讲是安全无。古早做官的人伫乌西无，台北市草山阳明山国家公园内底，有一粒山，生做正成乌西无，咱叫做西无山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滴无仔，代表讲甲无仔放伫头壳这个动作，咱用动词滴。第二个词读做拍鸟无，这是一款英国过去的无仔，过去日本时代进口入来到咱台湾，有一段时间真时行。日语讲是鸟拍无，就是无仔顶面白白，头前小可捅出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小少去爬西无山，大家拢滴无仔，敢若伊滴这款古早味的拍鸟无特别醒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无提供予大家参考。